小區名稱佳景康城，而家在售嘅係140平方嘅4房3衛雙套間3陽台嘅設計哈。可以見到南北通透，望小區嘅園林總價250零萬就可以攞低咁靚嘅屋苑，包括入門口嘅子母大門、廚房裏邊 U 型嘅，裏邊嘅抽油煙機、洗碗機等等都係西門子嘅品牌，交標非常高。中央空調贈送俾你，可以見到客廳開間4.6米，呢度餐廳位可以放6到8人嘅餐台，可以見到出邊已經洗緊玻璃㗎啦，即買就即交吉哈。好。呢邊就係休息區，乾濕分離嘅衛生間、兒童房、公主房、主人房，包括呢啲門櫃都係實木門櫃嚟嘅，交標好高嘅。小區5分鐘嘅生活圈有3網會員店，而且佢係自帶有小區嘅健身會所，仲有游泳池，已經運營咗5到6年㗎啦。主人房大套間嚟嘅，好帶有私家嘅衣帽間、化妝間啦，放你屋企嗰啲包包、衣服冇問題。放咗3米乘2米半嘅大床，然之後有一個咁靚嘅景觀窗。好，呢邊咧就係我哋嘅浴缸位置，非常之闊落，雙人嘅洗手盆亦都係交樓標準。小區設有直達返香港與澳門嘅業主巴士，喺線上購票，每日多班次往返哈，所以你唔使擔心冇車點算。好，140平方佳景康城樓王單位250零萬攞低。